过来是民众党中国配偶的前立委李金秀的事件也未煞咧。上主要是中选会新主委尤英良认为，用国籍法处理掉中国配偶参政的问题，全面讲冇真大争议。内政部长刘世芳讲，内政部立场自头到尾拢同款，国籍法嘛已经标示甲非常的清楚咯。 今仔日出席桃园社会主体动土典礼，进前为着前立委李金秀国籍的问题，定定出面解说要期。李金秀对经桥解释，争议嘛是拖无休，专因为中选会新任主委尤英良头一天上任讲议会。关系有其特殊性，现阶段用国籍法处理陆配参政权问题，实属牵强，而且具高度争议性。内政部的立场从头到尾都一致哈，我们在国籍法20条里面标示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所有的具备有外国籍的人，在要当选民选公职的时候的前一天，就必须要提出放弃国籍的声明。刘世芳同款维持生本的想法，李金秀事件阁叫提出来了，因为尤英良的地事叫解说做是对下用国籍法解说刘世芳，我其实李金秀的状况牵涉真济部会。 以国籍问题来讲，内政部是国籍法的解说机关。不过李金秀去排入民众党无分区立委名单了后，需要经过中选会审查参选资格。不过当时李金秀成功登记，国籍的问题才会直直咧表。内政部不断出面说明。另外，立法院是当依照国籍法来调查，那真正有问题，得该解释。所谓的牵强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虽然大家有争议，还是必须要去做，这个才是牵强。 不这么做就会困难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做法没有错。已经发生的个案，跟还存续一些相类似的案例，政府都应该有更明确的法律规范。随由主委就任，李金秀批判的事件嘛，会民众党拖到中央部会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